鄉親啊，全台灣上懸的 ATM 自動提款機正式啟用咯，就設佇海拔2240公尺懸的福壽山農場。自動提款機自用有真濟人伫排咧，這人攏是要來領錢的。是講領錢有啥物好翕的？原來是因為高達2210公尺遠得要命的福壽山農場，全台唯一蘋果造型郵局 ATM 正式啟用啦！這是福壽山農場新設的自動提款機，因為這一年四季有無同款的美景，想要看櫻花，想要賞飯仔葉，攏有當上山佚佗，還佫有真濟農特產品甲地美。尤其因過若買物件錢早無夠，就要為農場到梨山市區才會當領到錢，差不多要駛6公里的山路，上無要15分鐘，即馬加正利便啊！太開心了！以前呢，我們如果要買東西，錢不夠，都還要跑到梨山去那個提錢。有提供員工甲遊客領錢匯款，甲無卡買上提款等等的金融服務。因為佇海拔差不多2240公尺的山頂，被稱之為是全台灣海拔上懸的自動提款機，而且招牌外形嘛真特別，結合在地農特產品蘋果，真高水。因為它有青蘋果，有蜜蘋果，尤其是蜜蘋果是全世界有名的，所以我們就用蜜蘋果的那個造型來做它的 ATM 的招牌。其實來設 ATM 的話，我們在管理上其實也不會不方便。研究人員嘛講，這電腦連線的監控會即時監控錢存偌濟，敢有故障，敢有做好安全的防護。目前持續咧測試，確保遊客甲農場員工需要錢的時，毋免擱走去梨山領。